大家好，我係龍老師，歡迎收睇龍老師教室 Round One。今日我哋一齊嚟收睇實用文寫作第一輯。整個 DSE 嘅考試只係得卷一同埋卷二，可想而知，卷二係不容有失噶。曾經有一個朋友同我講，月報嘅命題寫作就好似一個盲盒一樣，都唔知自己到最終會唔會離咗題呢？唔小心寫錯嘢呢？真係唔知道啊！所以甲部實用寫作就變得更加重要啦，因為呢個部分係我哋最能夠掌握嘅。如果預備得好，可能甲部分呢個實用寫作就係我哋唯一嘅救命稻草。冇有怕，就等龍老師一齊帶你攻陷呢個實用文寫作。記住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啊！呢個就係對龍老師最大嘅支持啦。咁我哋簡單睇一睇實用文嘅評分方法，佢嘅總分係50分，包含2個部分，內容同埋行文組織。而內容呢30分裏邊係包括咗基本信息同埋內容發展。內容同埋行文組織都係以10分為基礎，然後倍大佢哋嘅分數。咁喺呢10分裏邊，基本上係用入品嘅制度，即是話你係需要講求究竟你嘅內容係咪飽滿，先至能夠攞到上品嘅分數。至於實用文係陷入咗整個作文嘅考卷裏邊。而家嘅作文考卷係2個鐘頭零15分鐘，即是話當你扣除咗個半鐘去考核命題寫作之外，就係剩翻45分鐘啦。咁大約咧，你用5分鐘嚟睇題目預備，所剩嘅時間就無幾，所以龍老師建議你用30至到40分鐘嚟寫作。而考卷嘅字數係要求不超過550字，稍後我會詳細講關於字數嘅攻略。我哋一齊嚟睇第一步，認清你嘅任務，包括咗拆解題目同埋閱讀材料。龍老師強烈建議你喺題目之中用一啲 highlight marker 或者咧用原子筆將佢圈低一啲重要嘅地方。我哋先嚟睇睇一個概念，叫做內容基礎嘅信息。呢個部分佔咗2分，其實係可以抄翻嚟噶。呢個係考評局可能送俾我哋嘅分數嚟啦。只要你掌握到嘅話，呢2分咧一定袋到落袋啦。大致上呢個基本信息係有3至到4點，我哋可以歸納咗一啲特別嘅方向，包括咗活動基本嘅資料啦，佢嘅名稱啦，又或者主辦單位。咁第二咧就可能係一啲背景啦，活動嘅原因啊、目的啊等等。咁第3個部分咧就係題目特別嘅要求，大家要小心。如果係名稱嘅話，一定唔可以抄錯或者抄漏啊，否則呢個分數就真係袋唔穩啦。我哋一齊嚟睇睇2024年 DSE 嘅題目，以此去了解點樣可以攻陷呢個實用文。好，我哋先嚟題目裏邊揾出基本嘅信息同埋內容發展以及格式3個部分。我哋可以睇到題目之中第一句其實就交代咗一啲基本嘅信息啦，包括咗主辦嘅單位係香城中學啦，佢喺今個學年裏邊推行咗一個美化校園嘅計劃，而計劃名稱咧就叫做潔淨環境花香4日。接住落嚟呢一句子，其實就係表明咗你將要書寫嘅內容方向。你知道同學喺意見嘅群組裏邊表達咗好多不同嘅意見，而你嘅身份咧就係何英秀啦。你要用佢嘅名義寫一封書信，刊登喺校園通訊裏邊，所以喺呢度就講出咗個格式啦。至於最後呢個部分，其實就交代咗你嘅內容方向，就係你收集完嗰啲嘅意見之後咧，你就要說明咗嗰個計劃係點樣有助學生成長。咁而最尾，你亦都要鼓勵同學支持計劃。咁呢一個部分咧，其實我哋就叫佢做一個基本信息，就係題目裏邊有一啲特別嘅要求。所以可以睇到題目係非常非常重要嘅，喺當中裏邊所有嘅資訊都有用。至於點樣用呢？我哋一齊嚟睇睇，我哋一齊嚟簡單嘅歸納乜嘢叫做基本信息，等你第時應變唔同嘅題目嘅時候咧，都大概知道點樣做。首先第一樣嘅基本信息，往往係交代主辦單位同埋一啲活動嘅名稱。香城中學啦，你知道佢做咗一個美化校園計劃，記住名稱唔可以錯噶，抄錯抄漏都冇咗呢1分啦。
另外，仲有一個特別嘅要求，要鼓勵同學支持呢個計劃，但係唔好睇漏其他。原來除咗題目之外，仲有資料1同埋資料2嘅。往往佢哋交代咗其他嘅基本信息，裏邊包括咗一啲背景，例如嗰個計劃嘅目的，原來佢係為咗讓同學得到更全面嘅發展，而佢哋嘅對象呢，就係中5嘅學生。好，既然我哋提取咗一啲基本信息之後，我哋就連埋格式一齊了解一下點樣去寫作咯。今次我哋係寫書信嘅格式，而書信嘅格式就牽涉到上款、下款、日期，包括咗稱謂、身份、署名同埋日期。未落去之前，我哋一齊嚟睇一睇呢啲伏位先。究竟呢啲低級錯誤係唔係你嚟㗎？有好多同學會加多咗個字字，致各位同學。其實個字係代表送達嘅意思，我哋唔可以擺喺我哋嘅稱呼嗰個部分。另外，亦都有同學用錯咗各位學生，又或者各位同學之後擺咗個逗號落去，應該係冒號啊。甚至有啲同學將各位同學之後嘅你好一個問候語擺咗上去個稱呼裏邊，都係錯噶。所以呢啲都係一啲低級嘅錯誤嚟嘅。咦，龍老師，呢張圖又錯啲乜嘢啊？你明明剔咗佢噶噃。哦，原來佢就將各位同學擺埋喺開首段嗰度，梗係錯啦。記住唔好再犯呢啲低級錯誤咯。我哋簡單睇翻對平輩書信，包括咗上款，你要稱呼翻佢哋啦。去到最尾結尾嘅時候，我哋可以加上祝頌語。咁既然佢係你啲同學咯，你可以祝佢學業進步或者身體健康。至於下款，你就要寫翻你嘅身份、你嘅職銜啦，同埋你嘅名。最尾咧，我哋用啟字。咦，點解唔用謹啟啊？因為謹係有恭謹嘅意思，對長輩咧就用謹啟。咁至於我哋平輩嘅話，一個啟字就可以。咁至於日期，其實喺資料2裏邊亦都講咗日期嘅限制。不過由於呢一封嘅書信係刊登喺校刊裏邊嘅，所以祝頌語同埋日期你都可以唔寫，但係如果寫嘅話，一定唔可以寫錯。呢個格式咁就影響咗你會唔會俾人哋扣1至2分啦。其實書信係非常之容易出嘅格式嚟嘅，無論你係寫自薦信、公開信或者對長輩、平輩回覆佢哋嘅信件，點都好，特別要留意，我哋係有唔同嘅角色，我哋嘅對象亦都唔同，當時嘅場合、你嘅任務，而對方嘅年紀、輩分、親疏亦都有分別，因此我哋喺書信裏邊嘅用詞語氣亦都要有分別。簡單嚟講，其實就係對長輩要恭謹，而對平輩我哋要親切，對後輩有些許嘅訓誡口吻都得。但係當然亦都可以以親切為主。我哋嚟睇下，其實喺題目之中係有一啲嘅素材陷阱，考評局特登考下你，會唔會你就咁樣淨係搬字過紙照抄呢？喺個題目裏邊佢話說明該計劃如何有助學生成長，由於你自己都係學生，同其他嘅同學仔係平輩嚟嘅，你就唔可以稱呼佢哋叫做學生或者各位學生啦。格式影響你個分數之外，另外亦都有2個部分係好重要嘅，包括咗行文同埋組織。行文裏邊牽涉嘅就係你嘅文筆同埋你書寫嘅時候用嘅語氣、選擇嘅詞語。至於組織就牽涉到成篇書信嘅結構同埋長略。龍老師俾一個小貼士大家。高分3試，第一試思考你嘅用詞合唔合乎你自己嘅身份呢？記住，千祈唔可以用口語，就算係演講詞都唔可以寫廣東話落去噶。我哋係語文考試嚟嘅，留意你嘅文筆能唔能夠通順達意啦。如果能夠嘅話，善用一啲成語，另外亦都最好善用修辭。特別係一啲設問或者反問句，就舉一個小小嘅例子，例如話你可以做一啲設問啊，呢個計劃有啲咩好處呢？自問自答，而喺成段嘅最尾，亦都可以做一啲反問，增加修辭嘅效果。身為香城中學一份子，難道我哋唔應該保持校園清潔咩？啊，我哋咁做何樂而不為呢？呢啲都係一個小小嘅工作，就係能夠提升自己嘅文筆修辭。至於如果有啲同學佢哋能夠即場發揮一啲文化亮點嘅話呢，就更加理想啦。不過唔係一定要有嘅喎。
記住千祈唔好亂拋書包啊！最重要就係用得其所。第二個思考其實就係語氣啦。頭先我哋講咗好多時候，你寫嘅對象會有唔同，例如對長輩你要恭謹，因此你用嘅詞語可能你就要留心個你字啊，都要加個心喺下邊啊。至於平輩，大家都係同學仔，係咪？咁你唔可以稱呼佢哋做學生噶喎，你嘅意見可以親切咁樣表達。至於對師長嘅話，你就可以話自己嘅意見啦。哎呀，預見嚟嘅，記住唔好撈亂晒佢哋嘅輩分啦。第三個思考係思考結構。頭先我哋講咗結構都係比分嘅原則嚟嘅，咁所以大家要善用一啲關聯詞啦，例如話一啲轉折嘅關係啦，雖然但是係嘛，一啲因果嘅關係，由於咁樣，因此咁樣，咁亦都有其他嘅，例如一啲選擇啊、條件啊等等，只有咁樣我先至可以只要大家咁樣做嘅話咧，你就能夠得到更好嘅嘢啦。唔單止係咁啊，不僅也，並且而且還可以既也，呢啲關聯詞都要多啲刻意啲去用啊。好，我哋一齊開筆啦，先寫我哋嘅格式，先係稱謂。記住，我哋嘅稱謂有好多都係可以接受嘅。例如親愛嘅中五同學，或者我哋係親愛嘅同學們，或者各位中五同學，甚至簡單到各位同學都可以。如果你想親切啲嘅話，你就可以加親愛的。不過呢度亦都佔咗一啲字數喺裏邊，所以大家都可以作出一啲選擇。好，龍老師揀咗親愛的中五同學。接住落嚟，我哋單刀直入，先取一啲基本信息嘅分數先。包括咗主辦單位啦，係咪啊？學校啦，咦？咁點解唔使寫香城中學啊？因為呢封信本身係刊登喺校刊裏邊，咁因此你可以唔寫學校名。喺呢一個情況之下係可以接受嘅。佢為到中五同學咧推出咗一個美化校園計劃啦，清潔環境，花香4日。而呢個計劃嘅目的就係讓同學得到更全面嘅發展。你已經袋咗一啲分數落袋啦，記住。有一啲活動啊、主辦單位啊等等嘅名稱咧，唔可以抄錯，亦都唔可以抄漏啊。接住落嚟，我哋繼續完成埋呢一個引入段。仲記唔記得題目裏邊要求我哋回應同學？咁所以我哋可以感謝同學表達了真誠嘅看法。咁呢度我選擇咗呢啲詞語，因為佢哋比較親切，能夠增加我語氣嘅分數。作為學生代表，本身你嘅身份喺下款裏邊已經有噶啦，你可以加呢一句，亦都可以唔加呢一句。我希望藉以下分享為大家解疑。咁呢個就係你寫信嗰個動機啦。其實呢度亦都可以有一啲除咗基本信息之外，我哋選擇嘅用詞用句都係可以有一啲嘅變化嘅。呢個就要睇你自己嘅取捨啦。例如果你想喺字數上邊再濃縮一啲嘅話，你可以直接叫各位同學。咁而喺下邊你接連落去嘅話，你再簡化啲都可以嘅。同學各有不同嘅看法，以下我將一一回應。其實就單刀直入，喺字數上邊就可以壓縮到咧更加少嘅字數，而將多啲嘅字數撥落去下邊內容發展裏邊書寫啦。當然啦，有得有失，可能你就失去咗一啲親切嘅語氣表達。咁呢個咧，同學仔都可以做一啲唔同嘅選擇。喺字數上邊，龍老師建議你喺80字裏邊完成第一段。我哋唔好嘥時間去數字數，約莫係4行到就可以啦。好，龍老師幫你整理一下一個小結。第一段裏邊必勝嘅框架，包括咗格式啦，以及一啲基本信息。最後一個組合就係你寫落去嘅動機引入你下邊嘅文章裏邊呢，而字數喺4行以內，文章係需要呈欖核形，中間呢個部分內容發展係最多字數嘅，而頭尾嘅段落呢，都要好似欖核尖一樣少啲嘅字數。好，咁我哋去到尾段啦。其實尾段你見到，因為字數關係，我哋需要壓縮。咁喺呢個部分，其實題目都有特別要求喎，就係我哋要叫同學仔積極參與呢個活動，我就將佢擺咗喺最後呢個總結段裏邊啦。咁我哋先嚟加個最後呢個標示語啦，感謝大家嘅支持。
讓整個嘅語氣更加親切。盼望大家積極參與這個對我們成長極具意義嘅計劃。呢度亦都係一個小小嘅總結同埋一啲基本嘅信息分數。最後就係去到格式裏邊嘅最尾個部分啦。咁我哋可以加祝頌語，亦都可以唔加。咁我呢度照寫翻個祝頌語啦。咁而當你唔肯定嘅時候，其實寫埋都冇問題嘅，只要唔好寫錯就得啦。咁至於你嘅身份職銜呢，你係美化校園小組學生代表。由於呢個校刊，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加上個中學名稱啦。而你嘅名字最尾我哋加翻個啟字落去，呢個啟告語。整個格式同埋頭尾段，我哋可以睇到嘅字數略略嘅分配。好，尾段我哋嚟做翻個小結啦。睇下嗰個得分框架係點樣呢？我哋要加個標示語最後啦，係嘛？同埋一啲嘅總結裏邊啦，感謝大家支持。咁接住落嚟就係一啲基本嘅信息啦，以及最尾一啲格式嘅要求。所以我哋得出頭尾段同埋格式大致上嘅分佈就係咁樣啦。一圖睇晒懶人包。我哋先嚟重溫一下今日所學到嘅嘢先。第一樣思考呢個格式究竟係點樣嘅呢？有冇稱謂㗎？一般書信、演講詞等等嘅都有稱呼㗎喎。至於寫一啲評論或者投稿文章等等嗰啲呢，就唔係稱呼而係標題啦。所以可以思考一下，究竟個格式從乜嘢開始呢？接住落嚟第一段我哋叫做引入，裏邊包含咗一啲格式，可能你需要加啲問候語，就要視乎唔同嘅實用文有唔同嘅格式啦。接住落嚟先表達咗一啲內容嘅基本信息，以及喺引入呢段裏邊亦都要寫明究竟你嘅動機係啲乜嘢呢？建議你嘅字數就喺80字以內，即是大概係4行。我哋盡量將多啲嘅字數擺喺內容發展呢個部分，因為嗰個係重點嘅得分位。至於尾段就係由一個總結同埋基本信息組成嘅，我哋可以加上一啲標示語。建議喺呢度嚟講，我哋就用2行簡單總結就算啦。到最尾，我哋就要思考一下，究竟呢個實用文有冇一啲收結嘅格式呢？需唔需要一啲祝頌語啊？有冇下款、身份、你嘅姓名？又需唔需要寫日期呢？如果要寫嘅話，一般都會有一個時間限制，絕對唔會係你考試嘅月日。記住要留意下你嘅內容材料啊。由於片長嘅關係，所以龍老師將呢一個實用文嘅攻略分開咗2節，記得收睇實用文寫作嘅秘笈 Round 2。希望你鍾意龍老師嘅介紹啦，記得點讚、推介同埋訂閱啦，呢個就係對龍老師最大嘅支持啦。拜拜。